隨住啲魚苗佢慢慢去成長啦，佢去除水藻嘅能力就會慢慢減弱。除此之外啦，如果呢啲魚類啦，佢喺水塘裏面自然死亡嘅話咧，佢哋嘅屍體會被分解成養分，呢啲養分咧會促進水塘裏邊嘅水藻生長。所以我哋希望咧喺啲魚自然死亡之前咧，將佢轉化為食物啦，或者係啲有用嘅社會資源，咁樣可以有效咁減低資源浪費啦，同時都保障咗水質。我哋同漁護署嘅優質養魚場計劃合作，將本地嘅水塘登記成為優質養魚場，再將水塘裏邊嘅本地優質魚產品推廣開去。當啲魚產品準備推出市場之前啦，咁我哋都要對水塘嘅魚啦同埋水啦進行一啲測試嘅。咁包括咧魚裏邊嘅重金屬啦、孔雀石綠含量啦，同埋水裏邊嘅大腸桿菌同埋致病性霍亂弧菌嘅含量咧，需要合乎標準。當通過認證之後啦，漁護署就會為魚產品頒發合格證書，確保推出市場嘅魚產品品質安全。透過魚苗登記制度啦，同埋品質保證制度，確保已登記嘅優質魚都係本地、安全、優質、低碳。